过来看到进口两个风波，讲到面册大奖也班主林如虹，讲伊一直互人恐吓，即马所查出伊的朋友国民党的党工柯德彬涉党嫌，已经裁定收押禁见。不过柯德彬嘛也出讲，这一切拢是林如虹家己编叫伊做的。林如虹嘛伫面册甲大奖会室内，佮打出一张民进党的党证，讲会替党面对所有的责任。我还是必须保护我的家人。伫直播当中，目屎流鼻涕，边政治委黄国昌各带的镜头甲安慰。农业分专林北好友班主林如虹，自曝因为进口两事件专家伙仔遭到恐吓威胁，分专停止更新。检警调查了，发现38岁国民党党工柯特彬涉案。查查透早桃园地院将伊收押禁见，不过柯特彬却压出一切拢是林如虹自导自演。那特别对那些躲在键盘后面的犯罪者，不要小看我们检警的力量。刑事局查出柯特彬使用面册假账号加 VPN 软体闪避对查，不过伊表示甲林如虹以前就熟悉，佮有双方讨论恐吓案的录音。林如虹是伫面册会室内表示家己犯错，讲到有个恐吓内容是真的，有的确实是请柯特彬斗相共团的，互一切正做一场闹剧，还佮提出家己的民进党的党证，会去办理替党的手续。那我在这里也希望这一个司法单位呢，能够继续的调查，让相关的事件呢都能够尽早的厘清。我想这个尊重司法的调查，我们不会去提告他。网络恐吓的案件正做自导自演，柯特彬以前是婚姻馆长张连胜的小编，现至国民党政策会党工。政策会执行长立委陈明忠早起表示，甲伊无可能熟悉，不过这是个人交友问题，所以无牵涉国民党的党务。即马已经将伊是透露，不过也会失利。女性员工交友不慎，造成这个一个争议，我个人督导不周，感到紧拍性。这绝对不是只是翻车，这其实是一条操作舆论、一条龙的编导。民进党立委批评自导自演的行为，爱林如虹等下台湾接受调查。民进党也表示，林如虹2020年6月暂定入党，党开始到2021年，严重怀疑伊当初入党有特殊的目的。那党员违反党章甲相关的规定，会马上开除党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